转嘅有啲飞爱看。哦。台语吼有真侪外来语，啊，到底倒一句词是为日语来的呢？这应该唔是乌鲁木齐，就是普龙宫啦。啊，马西马西马西咧，马西马西。你无听到敢若日语的感觉？马西马西。哦，林志颖马西，刚有一条歌吼。系啊。林志颖马西马西。马西马西。你嘛是讲马西甲普龙宫？马西甲普龙宫。系，马西甲普龙宫。你唔讲 A 甲 C 就对啊？对，是 A 就是 C。算一下。好啦，我尊重阮全队的迄个结果。嘿，好来。马西，马西，你确定？真好哦，哎，拢比起来咧，比起来。啊！哇，这若真好的机会，免让我冲啊！哦，来，恁即摆有机会啊！行都用唔对哦。来，马西已经无啊，吼，来，全部无齐。怎么讲？你讲。 C， 哎，普龙宫。马西是对这个平埔族吼原住民的这个语音转的啦，吼，这是对，唔是对日语来，嘿。平埔族。对，啊，这个普龙宫呢是对日语来无唔对啦，啊，毋过咱这外来语吸收入来，拢是加减的变音啦，吼。伊原本是普龙社，就是迄个普龙架吼，这个嘛是这个普这个龙，啊，毋过后壁本来是架意思，啊，毋过就是讲转来咱这的时阵，咱会讲什么贡吼，这个贡通常是有较轻视的意思啦吼，嘿，啊，落尾就转变做咱这边讲普龙宫，你讲普龙宫，互日本人听伊嘛毋知影咧讲啥，伊原本是普龙架啦，嘿，啊，安尼转来变普龙宫的意思是啥咧？就是安尼。 无什么，这个架势啊，大家在底下，看到一个人，佮足像普龙宫的，大家拢伫遐安尼浪溜溜啊，